开始。是金虫，群聚凶虫，七虫排行榜第12位，可是天地灵气，尤是金系灵物。记载中在天南早已绝迹，没想到在这偏僻的岛屿遇到了。怪不得此地灵气稀薄，难道是你们搞的鬼？捕捉方法：此虫群凶厉无比，水火不侵，困于玉石，与诸类奇虫相克。哼，这不是巧了吗？怎么，这就怕了？雪欢，还是你来吧。试试金系灵气。个头不大，脾气不小啊。真是好用，该你了。喜事金系灵气，与诸相克，困于玉石。看来真是石金虫无疑了。唉，只是可惜了，我养了那么多年的灵虫，都给我吞了。且看你们拿什么来还吧，看看能不能打探到一些消息吧。这次来了2个，怕什么？咱们5个人呢。诸位道友请了。2位道友，我是听到消息，来此寻一番机缘的。啊，在下只是恰巧路过此地，敢问此地有何机缘？还望各位道友赐教一二。切！此洞府的主人得罪了齐阴岛的大
任务，然后就逃了。我们奉命在此盯了许久，但也不见有个人影啊，只能放出此地有宝藏的假消息，看哪个不开窍的送上门来。结果你俩这不就来了吗？没想到竟是这种粉丝，是我多虑了，掏不出更多的信息了，交给取魂处置吧。这人呢？罗大，这小子跑了！哎，罗大，他们在那儿呢。看不出来啊，是条大鱼。西王，哼，找死！老大，别再说事。拼了！接阵，接阵！随我接阵！巨鲸吞海！老四，老大，对不住哎呀，那个人是猪机器，抓他当人质。老有饶命啊！妖兽固然危险，这些人族修士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还是单独行动安全一些。这里够偏僻，又是珊瑚岛，适合幼妖草的生长，就在这儿。若是3、4级的妖兽，体内妖丹尚未凝聚，用以炼丹，想必对辅助结丹作用不大。第一次还是谨慎一些，催化到能吸引5级妖兽的灵粉就可以了。大致是这样。狩猎开始。来了。妖兽竟然就在这座岛心，还真是挺能藏的。不愧是外海的妖兽，长得还挺别致。
有子弹渗透。哪里走？还不起来！无极妖丹到手，这外海的妖兽果真棘手，想必今后的猎妖之行也不太平。这洞穴倒是不错。玄幻，去收拾一下。饭时辰应该快到了啊！等到了城里啊，咱们先去方氏请教。好。客官，天星拳图来过吗？不要！最近这局势可不太平，咱们都得小心点，要不然这小命就不保了。他们没有戒指，让一下。哪来的小丫头？客官，要天星拳图吗？天星城的地图，独家绘制的哟。谢谢，不需要。那这位可小就自己出来做买卖，天星城地图，谁知道那个？小心啊！小心装好，又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快看天色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呀？受潮！天星城竟然有受潮！这些妖兽若不是发狂了不成？天星城竟然有受潮！完了，我们都要葬身于此了！快看，这是外海情况，快跑啊！跑，往哪跑啊？这也是魁星岛的后遗症吗？怎么办？无为莫错，连行大阵已然启动，在船上很安全，此等妖兽不足为惧。
在。结丹时引发的天地异象动静不大，外海高阶妖兽不计其数，内海还要提防极阴岛随时钻出来追杀。思来想去，也就只有这星宫庇护下的天星城，最为适合闭关结丹了。把东西带好啊！还好有惊无险呀。是啊。哎呦，谢谢谢谢啊！谢谢孩子。走走走。通过。你这暂居指环到期了，要续期吗？前辈，前辈。通过。好，谢谢。前辈，这里要看居留指环的。二位是永居指环，欢迎归来。小姑娘，你这暂居指环还有2日到期，要续期吗？3颗灵石。快点吧，还没好啊？就是都排着队呢。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啊，我的。欢迎归来。码头区的特色美食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喽。唉，再不开张就要被赶出去，这可怎么办？小姑娘，你不是这天星城本地人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刚才船上的时候多谢相救，可真是吓坏我了。一共多少？3文钱。拿。我这个不行，自家做的。前辈，您怎么把指环收起来了？刚才我在船上看到你们没有带指环的时候，还以为你们是头一次来城里呢。你看我这么会说话，我的意思是，还以为你们不知道天星城的规矩呢。好像也不对，带着永居指环，等于告诉别人，我们至少有2000灵石的身价。这个年纪就在外行商，财不露白的道理，你父母没有跟你讲过吗？爹娘都不在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四爷自己也要好好的。前辈，你看我又自说自话了。哎，前辈相救之恩，无以为报。要是您在城里需要个跑腿带路的，尽管吩咐四爷就好。都是你乡长给您包的。哇，好别致的非洲啊！前辈，我可以。好嘞，先拿好啊。这里一直是这样仙凡混居吗？凡人们好像早已习惯了修士的存在。赵兄啊，真是好久不见。城里也没有禁空限制。山下是凡人和低阶修士的城镇。放眼整个乱星海，这里都是最重要的海上中转枢纽，往来贸易频繁。很早以前就有不少凡人安居在此。此处集市里买卖的也是以凡人货物居多。还有一些低阶修士也扎根于此，想要依靠山脚灵脉早日突破境界。不过，结丹期以上的修士一般住在山峰上，修为越高，住得越靠近山顶。
那里啊是星宫所在双圣的居所。如此说来，这天星城倒是自由之极，完全让各个等级的修士随意进出了。这廊桥上的是隶属星宫的护卫队，刚才在港口维持秩序的也是他们。他们主要负责天星城日常的巡逻与防卫工作。这星宫护卫队几乎遍布全城，想必天星城里的丝毫动静，星宫都了如指掌。恐怕不会有人在此城内招惹是非了。这里就是天星城的修士方社，每日都有众多修士来此买卖各种法器和材料。来走，咱们去拍卖行看看。好啊，慢点说，我近日又收到了好东西。真不愧是天星城啊，什么新鲜玩意儿都有。我们小店第一天开张，这些是天星城各大门派的商业据点，各门派的商盟都在此处设立自己的交易所，门派间商业往来频繁。说好了的，接着。看来星宫管辖之下，商业往来倒是很自由，难怪这巨城如此繁荣。我这个是自家做，这个这手艺可真……哎，前面你看，这里可是号称天星城第一拍卖行的风月拍卖行啊！听说每没有闻所未闻的珍奇异宝现世，都会拍出天价。这里是天星方市最火的书铺白门阁了，也算是天星城的情报中心。啊，前面你快看，这里是商业中心街。炼器、炼丹、符箓相关的商铺在左岸，灵丑、阵法、傀儡相关的商铺在右岸，前往外海的传送阵在山腰。要是前辈感兴趣，可以去看看。岛上也有元婴大能，不过大都隶属于星宫，思月也没见过。元婴大能啊，那得修炼多少年啊？对了，思月是吧？你知道哪里可以租到灵脉出众又不会被打扰的洞府吗？当然，前辈可算是问对人了。这里所有中介行，思月都认识。前辈何时想去选洞府，思月带你们去啊，保证他们不敢弄虚作假。哇，好快的船呀！这天星城总共有多少层？天星城一共81层，整座圣山就是一个天生的巨大灵脉。所住的房屋在山上位置越高，灵气也就越充沛。前50层向修士开放，只要有足够的灵石，就可以租下其中洞府；而再往上的后30层，则只有星宫的大人们才可以租出了。峰顶似乎还有一座山，那多半是双圣的元慈圣山了。相传此山还是他们数百年前从一处秘境中所得，据说蕴藏着非常惊人的力量。但具体是怎么样的，思月也不太懂。总之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反正有这山在，就没有人敢来挑战星宫的地位。如此气势磅礴，不愧是乱星海第一大城——天星城。既如此，便租给道友了。此地灵气相当充沛，道友好眼光啊！39层，一口气租了100年，2700灵石。前辈，你太豪横了。前辈，你需不需要跑腿的？考虑思月呗，我吃的很少的。这是帮我带路的报酬，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买的，我会传音给你。今天真是遇到好心人了。哎呀，糟了，我忘了问他姓名了。哎呀，文思月，我怎么这么笨啊？文祥兄，还真是巧啊。
看来你的女儿能照顾好自己，你可以安心了。不过这洞府还真是贵得吓人，找个奢遮的修炼之所，竟然这么贵。诸位前辈道友，今日相助之情，小女子敏感五内。只是此次只为讨还公道，并非要争个你死我活。若是情势不利，诸位还请自保为上，千万莫要赔上性命。这三女的关系似乎不像坊间传闻那样不和，反倒是那两位长老，看来与他们不是一条心呢。出发！这么大的阵仗，对手究竟何许人也？门主，这阵法也太过简单了。诸位道友，贼人藏身之处就在这儿了。好贼子，还我门下弟子命来！哼！
门主，还不出手，在等什么？是时候。门主，妙音门弟子，先退。哎，怎么不打了？这位就是此次的正主了。哼，是你呀？还嫌上次吃的亏不够吗？门主，此辽就是当日劫掠货物的元凶，其余人等不足为惧。还请诸位道友与赵某一道出手，速速将其击杀。你先去，赤某这就来。这里有些奇怪。得让绝魂隐蔽器械，准备随时接应于我。赵长老，你以我妙音门客卿长老的身份，欺瞒贪墨，巧取豪夺，意图勾结极阴岛，篡夺本门基业。今日正好清理门户。你们三人的那些争执，难道都是演出来的？你们平日仗着修为欺压我们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今日？哼，只怪你太过小觑了我们这些女子。死丫头，你说我勾结极阴岛，证据何在？啊！别忘了，我乃是新宫特使，若是死在这里，你妙音门是脱不了干系的。事到如今，
你还以为没有新宫的默许，我会动你们二人吗？得知孙门主的消息，一定会向极阴岛通风报信，引得乌丑前来，正好一网打尽。我妙音门痛失客卿长老，正好要请新宫主持公道，讨伐罪魁祸首极阴岛。司灵门主，做得好生意，希望你别忘了此前的承诺。老夫对不住了。休走！站住！你！欺人太甚！诸位前辈，此事复杂，只怕赵征会有极阴岛的援军，接下来难免要与他们交手了。还请各位前辈再助小女子一回，我妙音门必有重谢。死丫头，看在汪老弟的面子上，本座今日自然是奉陪到底的。那孟某也舍命陪君子了，啊不，是陪淑女了。王小姐，久违了。厉前辈，果然是你，我一直在找。前辈结单了，太好了！这位前辈，此前不管那姓赵的答应了前辈什么，子灵在此许诺一应不少。若是前辈愿意出手，子灵还可以额外答应前辈一个条件，前辈可以考虑好再行决定。不是不信门主承诺，但还请容我再观望一下。毕竟极阴岛势大，非赵征一伙可比。不知门主有何对策？极阴岛的倚仗，无非是元婴修士极阴老怪。据我所知，他的寿元已所剩不多，眼下正在极阴岛避生死关，对外事宜全都交给乌丑处理。对付此僚，在场的诸位和孙门主一行联手，足矣。